過神聖嘅，我要同你講，你愛捐女俾人啊！今日你係一個百萬富翁啊，你冇機會捐，經過拜天公一年捐100嘅，你冇機會，係話你唔禁食禁飲，係話你禁食禁飲24小時，你捐出3溝錢，為咗我哋計嗰條數，我哋計咗一日一個人食3溝錢呢唔會死，有3溝錢食呢唔會死。你禁食禁飲24小時，你捐出3溝錢，你有權捐啊！我哋有權接受。係話你禁食禁飲，你冇3溝錢捐，你係捐1角，我哋都接受。係話你有禁食禁飲24小時，你唔可以捐，都冇相干。意思講拜天公捐女冇強迫嘅啦。